请问，掠秋困是毋是就即个天后宫咧？市的秋困是在地百姓的信仰中心。对了，安阳足够开咧，爱上头开口新面啤酒。如爱人分口做中心点，新日头永济路行400米，接落来挖锦绣路行公济路，搁向前行50米到公济路和公面路的10处路口。锦绣路就是天后宫。请问，这间庙就叫哪个历史？这是内部历史悠久的古迹，历史超过200年。我地毛府都开妈祖庙啊。沙讲妈祖坡任外向，现代外地来，相信妈祖要庇佑现离土平安呢。落来现热心雕像空，我要用含现用手机翕相么？没问题。好啊。路上抢生意。落来。